上到嚟呢個8A 座59樓 B 室，實用面積1269尺嘅4房雙套單位。呢一個單位咧係一個大家私嘅單位嚟嘅，咁可以望到成片嘅180度嘅無敵河景，一河定江山啊，5個字可以形容晒。好啦，再望下呢個飯廳，哇，擺咗張10人圓台幾靚，再擺埋吊燈，個空間感幾充足，同埋成間屋咧嗰個採光度好夠啊，完全係咧係好溫馨啦，而且入到嚟係非常之舒服嘅感覺。好，我哋再望下先，呢邊就會有一個套房嘅，呢個套房擺到雙人床，望住個河景，呢度仲可以擺到梳妝台同埋衣櫃，旁邊仲有個浴室位置。幾好啊！有個淋浴間，乾濕分離。好，我哋爭取時間，因為呢一間咧係非常之多人拍嘅。我哋望住呢一個，睡房先啦，好有質感嘅一個睡房，新世界佢哋真係非常之精心策劃每一個細節，可以望到雙人床，再擺埋衣櫃。同樣呢一間房都係望住呢一個咁靚嘅河景。好啦。浴室咧就浴缸設計嘅，咁就黑廁嚟嘅，不過咧就會係發展商一啲好現代感嘅 style 啦，就配翻啲綠色啊木紋咁啦。另外呢間房同啱啱嗰間差唔多嘅，都係望住個咁靚嘅河景。咩事？這一期的選美絕啦！哎呀，你好，哎，你別跑啊，你進去啊！剛剛那裡要拍下來呀！你個攝影師又蕩失路啦。好，最後望下呢個主人房先。呢個主人房咧，我自己好中意呢個間隔，因為我覺得個床擺咗喺呢度啦，非常之有氣勢嘅。旁邊仲可以擺幅畫欣賞下，之餘左邊係成個咁靚嘅河景山景係一覽無遺啊，非常之舒服。你諗下，如果放咗工之後好攰好大壓力，出去呢個露台度望住呢個景觀，好似大地在我腳下嘅感覺咧，係真係好舒服㗎，非常之靚。咁同埋另外呢邊咧就仲擺咗一個圓弧形嘅一個衣帽間嘅位置啦。咁男戶主又可以擺套西裝啊，擺啲錶啊喺度曬下啦。跟住另外旁邊就有一個主人房嘅浴室。咁呢個主人房浴室咧係一個名廁，另外雙洗手盆嘅設計。呢啲現代感非常之重啊，即係好有藝術嘅感覺，即係翻到嚟屋企都好似博物館咁樣樣。好啦，再加埋呢一個係浴缸，仲有淋浴間，非常之細心啦。好，我哋咧雖然爭取時間，但係都要睇埋個廚房先嘅。哎呀，好。咁啱飯廳嘅旁邊呢度咧就會有一個凹位嘅，咁呢個凹位咧就發展商就話到俾你聽啦，你可以擺下啲酒杯啊、紅酒啊、茶壺啊咁樣去招待翻啲貴賓啦。跟住另外呢邊咧仲會有埋紅酒櫃同埋咖啡機嘅，呢個咧就會有個雪櫃擺翻喺呢邊。好，最後望埋呢一個咁靚嘅廚房，呢個廚房好闊落喎，即係你成5、6個，講真冇誇大嘅5、6個喺呢度冇問題嘅完全。之後就將啲綠色配翻啲木紋咧，好清新啊呢種感覺。咁就做翻 Miele 嘅配備嘅設備啦，跟住哇呢度仲有計時器添啊！好啦，跟住另外呢邊仲有個 corner 位嘅備餐區嘅位置。好，之後門再拉翻出嚟，仲會有一個工人房，哇幾好喎！呢個工人房咁樣再拉埋張床出嚟，咁就有埋洗衣機、乾衣機喺翻呢邊嘅，非常之貼心，將每一個位置咧都用到好盡咯。好啦，咁呢一個就係一個1269尺4房雙套嘅一個有家私嘅單位，咁就成個佈局咧就擺咗出嚟㗎啦。咁呢邊幾好喎，但係呢一個sofa 兩邊好似唔識咁，講笑啫。唔知你哋覺得呢一個單位點咧？我自己覺得個間隔好靚，同埋最主要就係我哋而家係59樓，個景觀咧望出去好開揚嘅，咁就一河定江山5個字。